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距离2018年底选举呢，只剩1个月哦。那么其中呢，伫咱台南市市议员这个部分哦，登记要来参选的呢，总共有112人，要来争取57席的议员。伫这当中呢，有一位非常受到注目的政治素人，伊伫呢通过民进党的初选以后呢，就被视为非常有潜力的一个黑马。那么呢，他也是未来的明日的政治明星哦。咱今日特别邀请伊到咱节目当中，咱即马就来欢迎呢，要参选这届呢，对咱市议员哦，伫安平区甲南区这个部分的好选林世杰，也是前台南市商业会的理事长。我们欢迎世杰。主持人，咱市民先生，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大家好。好。咱伫个节目一开始吼，我想吼，咱就直接互观众朋友吼，对着咱的世杰呢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甲认识吼。所以世杰是不是来谈一谈你家己的成长的过程？迄个我伫安平吼，大汉，伫安平成长，过去吼，因为咱家境毋是讲介好啦吼，所以咱真少年就出社会，嘛真爱交朋友，伫交朋友的当中嘛。参与着真侪即个民俗活动的一个事务啦吼，当然咱跌跌转转，来我退伍回来，差不多26、7岁的时候，就去市场，就去咱安平渔港市场做生意，按迄个渔会批发商开始做起，来经历过着咱渔工会吼，咱水产工会的即个理事长，来参与着一寡公众事务。嘛，因为安尼吼，由工会来提报，伫商会来担任代表，来进一步搁伫商会来参与着即个理事，甲商务干事，以及着咱理事长27届的理事长。伫今年7月时阵，我拄当卸任，系啊，一路吼意外出生啦吼，一路会当安尼受到真侪一寡长辈的一个看心，甲栽培甲扛架，渐渐来行向着这个参选议员这条路。以上。对，所以其实呢，世杰一做早就出社会，但是后来你也是相当的努力，然后还有继续的进修，然后这中间呢，你其实嘛是有不断的，有很多的社会历练，对不对？那学历我无够啦吼，因为本身咱真少年就出社会，所以后壁学历吼拢是后壁自修的。伫宗教，我嘛捌担任过咱伫中西区一间非常有名的一个业务，专台开启永华宫。对。而遐担任过主任委员。嘛捌伫咱渔业界吼，我过去伫即个渔业即块吼，我会当讲涉猎真深啦。嘛会当讲非常了解到咱台湾即个渔业的即个历史吼，甲即个渔业的即个发展的即个过程。我嘛过去捌伫咱台南区渔会的迄个啥会提报，伫全国渔会担任过理事，嘛捌伫全国渔会，用派过迄个台北渔产公司，台北渔产公司就是咱即个北农，台北有2间公司啊吼，北农甲北渔啊，我伫北渔担任过监察人，所以对即个渔业即块啦吼，我有比别人较专业，对即个商业的部分啦吼，我嘛比别人吼。较有研究啦吼，嘛有较了解，因为台南市商业会，伊是由118个工会所组成的一个商业团体。伊伫台南市会当讲是举足轻重的一个商业团体。所以理事局担任理事长的期间，咱对每一个行业吼，因的大会啦吼，包含着每一个工会，我拢有去接触到。所以会当讲我是目前台面上这个候选人当中，对商业我上清楚，而且我嘛是上了解的人。对，而且世杰是这个全台湾最年轻当上这个商业会理事长的，对不对？真正是做不简单。介先是王令麟啦，王令麟跟我差不多。王令麟跟我差不多。王令麟担任上总的理事长的时阵，介先嘛是差不多跟我同款的年岁。对，好。
好，所以呢，伫个吼旧年吼，其实就是今咱录影今仔日呢，10月11号哦，世杰就是正式宣布要来参选咱台南市呢南区甲安平区的议员。讲真的啦吼，若是要行政治这条路，真的要下定很大的决心。所以当初你为什么决定要来参政？我去年10月在，我嘛袂记啊，是拄啊 FB 的人提醒啦吼。对。我去年10月11日，阮全台开启永华宫正式宣布我投入民进党市议员的初选。是。这次投入选举啦吼，伫我人生当中会当讲是一个意外，因为事隔啦，伊17、18年前，甲永华宫来结缘了，吼，亲身受到咱永华宫公职尊王的一个庇佑，甲感染，所以我伫永华宫，我嘛捌担任过主任委员。迄阵我伫永华宫担任主任委员的时阵，迄阵是台南市上少年的公庙的主任委员。迄阵咱少年吼，因为永华宫是一个老庙啦吼，伊是一间老庙，伊的高背景啦吼，包含着伊的高背景，会当讲是台南市啦吼，会当讲是非常多。甚至即个永华宫的发展一定发展到并全台湾各县市。即一寡知名的庙宇，甲大庙，吼，拢是永华宫的高辈。迄阵事隔改成30几岁时，伊也担任过主任委员。我伫永华宫担任主任委员期间无久，差不多年半。尾啊，事隔发现到，因为迄阵我年轻气盛嘛，所以迄个时阵我发现到讲，我要来解决问题。结果我即摆佫变成是庙的问题的时阵，迄阵我。甲心灵请示，讲安尼我是毋是应该离开？伫生命的应允之下，我就来离开。离开了的时阵，我人生的发展拄啊对一刻开始。所以我深深对永华宫公职尊王的对吼，我深信不疑啊！甚至伊是我人生上界大的一个寄托加信仰。这次要参选议员，是因为永华宫公职尊王的应允。所以事隔较敢由一个政治素人，完全毋捌从事过政治的人来投入到这场选举。当然，如果若无生命互我的信心，事隔毋敢投入啊。迄阵我要投入选举的时阵，出去撞到有人的所在，想讲要去从事选举活动，咱想这也无适讲好人歪，毋敢歪，歹势，歹势。当然，迄个时阵啦吼，咱也无背景，而且嘛无组织，嘛含理论咱嘛捌做过。所以要投入选举的时阵，对我来讲，如果若毋是讲生命加持、甲生命互我的信心，我绝对毋敢投入。但是换一句来讲啊吼，这场选举我初选会过，是因为对啊，迄个时阵我是生命叫我选，我对我。有表明讲是永华宫的成员叫我选的，而且迄个时阵我阁是商业会理事长，徛伫我个人对，我觉得我压力真大，我袂使无努力，万不幸我初选也无过，我对庙会影响到，万不幸我初选也无过，我对商业会嘛影响到，所以迄个时阵事隔无眠无日，专心投入，我比别人搁较认真，我嘛比别人搁较勤行，吼当然，咱讲一步一脚印。对初选我过，而且初选阮的民调嘛，成绩也算袂歹。尽管呢第2名哦。迄个时阵就对啊，咱深深感受着讲，咱的压力甲咱的责任。因为迄个成绩就是代表讲，有真侪一寡咱选区的选民对事情有期待。对这个选区这个改变有期待。所以。伫初选过了，阮会当讲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毋敢大意。阮只有全力以赴，只有搁更加打拼。所以你决定要参政吼，就是除了跟这个永华宫哦，咱的生命有关以外的，讲你本身其实嘛是想讲要来改变讲，我们现阶段比较不好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其实投入选举啦吼，因为我离鱼港大汉的。对。你嘛，迄个主持人你嘛知影，鱼港是一个足草莽的所在。有当时鱼港就讨海人啊，甲一寡鱼贩啊，拢爱食威士忌。而且港条拢挂在嘴里。分两分，
鱼竿是一种环境，但是迄种环境是一个做社会缩影啊，对，大家拢做辛苦，讨爱人拄风拄影啊，今仔会当出门，无一定会当转来，你是冒着生命危险，为着三顿，为着某囝，为着家庭，住家己一个环境内底，我深深体会着咱遮基层、遮艰苦人因的生活，我嘛发现着讲政府对遮人照顾无够。我伫鱼竿出身，而且我嘛是鱼竿遮操车的，甲我栽培，一路迄阵我做生意，因甲我判断生意，因互我机会，互我会当海买卖，伫团体内底，因互我机会会当来担任着工会理事长，进一步因推派我去商业会做代表，来事结到后壁才发展。咱拢清气在身，我对因有一个责任，我希望讲会当改变因的生活，我嘛希望讲会当改变着因做生意的环境，我嘛希望讲会当救着因即目前即个市场低迷不振的即个买卖即个环境。这个林世杰呢决定要参选以后吼，其实呢受到真济吼各界人士的支持啦吼，包括你这个永华宫啦，还有这个鱼类吼各基层，还有台南市商业会非常大力的支持。到底为什么吼一个政治素人会得到这么多支持吼？我想呢咱即马的靠过报道吼来做一个了解。距离初选民调愈近，议员参选人林书记把任何会当甲选民接触机会，以车队伫南区甲安平区扫街全力冲刺。对着鱼市场出身的林书记来讲，担任2届6党的理事长任内，热心加强整顿鱼市的环境，无搁再乌乌草草，互鱼市场人员拢看伫眼内，感念在心。希望伊有机会扩大服务，搁替因来发声。阮嘛是感觉伊做热心有创气，所以嘛真适合来做市员这个工作。所以阮是非常的对，非常希望伊会当为台南的百姓搁做搁面较宽，因为你看本地就比咱较悬啊。对这个工会伊贡献真正非常的大，也真努力。一路上看伊安尼非常认真甲拍拼，为这渔会咧、渔业咧争取一寡问题，所以我直接真推荐伊，真正伊是一个真热心的人。当年讲到林书记嘛是现任27届市商会理事长，当记者来到焕然一新的市商会大楼，就是林内开2000多班落实正式的批练，嘛是互所有市商会人员上届骄傲的杰作。初选登记迄天，除了讲李干事、各工会理事长甲顾问全力协听。13号上午，全国商业总会常务理事柯俊雄等市商会前辈，嘛拢出面热情推荐。在咱商业会伊的为人，互我会使讲，嘛会使讲做个长辈的人非常欣赏的，非常那么伊的做个代志。非常有责任，非常有抱负。伊带领着阮市商会，会使讲甲阮带领甲井然有序。因为这点，互阮每一个人拢感觉对伊足佩服吼。所以当阮知影讲伊有心要来转着跑道去选议员，阮逐个人拢感觉讲非常的鼓励伊，阮嘛支持。伫台南市市议会、市政府。甲着咱市商总会会当做了着一个真正好的联谊，连接在一起，做一个非常好的桥梁，互咱市商总会这边有118工会，有啥物问题会当甲了着市议会也好，市政府也好，有啥问题，大家会当总结来做了着真好的研讨。林书记行到倒，不管议会、市商会，拢有大步的改变，嘛凸显伊大力政治，就是新的改革力量。对此，专台开机永华宫嘛伫2000年，曾经因为林书记愿意挺身而出，才互庙宇重新上轨道。伊发展到一个程度了，拄啊，迄阵阮庙一个上困难的时阵，钱也无，人也无，伊拢挺身而出来，甲阮斗相共。互阮庙一直上轨道了后。
伊就同我交互原，变做庙当正常运作了，伊同我交代互原。今仔庙会当遮顺利，嘛是伊一个足大的功劳，所以互我足感佩就是安尼。这次参加到咱民进党的初选吼，由去年伫庙林遮开始出发，经由着声明吼，英文甲跋杯，到这个时阵，大声冷漠，尾啊感觉鼓励，还佫有热情，佫加油，佫担忧咱的身体，有当时啊，在行走通的当中，也有人寒凉的请人，有人讲惊咱无食，叫咱爱食一碗糜，爱食一碗面，这种的点滴吼，咱拢伫心内。咱知影讲投入选举，对咱来讲是一个责任。咱希望讲，咱用咱的诚意认真，会当来众人对咱的期待，会当来吼有一个回报安尼，嘿。林书记虽然有各界小厅声势甲知名度愈来愈悬，不过林书记一句也是爱拼甲努力，会当看出伊参选的决心，甲为理想坚持的用心。电新闻郭文吉、郭国义采访报道。所以透过报道吼，咱了解到讲林世杰吼，伊伫个两届的6当哦，鱼类工会理事长领来呢，他有大力的来整顿哦这个鱼市场吼，感觉张润环境弄得很好。另外就是伫个台南市乡雅会吼，又把这个大楼盖得这么的棒，这是以前的理事长拢做袂到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么多人挺他？大家都认为讲，他做事有魄力。而且是真的可以去执行，不像很多人就是政见满天飞，公共的这个设备高。但是林世杰做到了，让人家看到，所以大家就相信说，他如果当选议员呢，应该当台北咱民众的心虾。然后重点是说，听到了以后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执行？他觉得你们的魄力呢，你的魄力绝对有办法。所以呢，这是这届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来相挺着林世杰？虽然拄则看到迄个报道，要请起来人出来给你相挺无简单呐所以因愿意出来真心的相挺，真的代表说这个林世杰他做的让人家非常的肯定，好，所以就是说，接下来我要请教你，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对我们台南呢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吗？咱台南的历史啦，就是台湾的历史，安平的历史，就是咱府城的过去，是，我希望台南人爱以咱台南的文化，甲这个历史来当作是一个骄傲，感觉是一个骄傲，唔通定定拢甲台北比啊咱袂使当讲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对我这个年纪来讲啊我较在意的就是咱顶一代的一寡长辈，甲咱下一代少年人。是。咱希望讲未来咱会当互南区甲安平区。世界的选区啦会当是一个咱遮老大人，伊会当居住个养老的一个所在，嘛是遮少年人会当来遮创业甲生活的一个所在。所以世界的政见拢围绕伫这两个族群内底。咱希望讲未来会当互过了更较好，个迄个互台南的发展会当个更加好。那另外咱知影讲其实你就是鱼类的这个基层出身，所以你对的这个鱼类还有这个安平的这个发展方面呢，是其实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怎么去振兴这个安平的鱼市场？目前咱安平市场所当地的问题啦第一大环境嘛有啦因为种个人较无咧煮食，伊拢出去外口买个有当时因为气候的变迁啦造成着渔获量的锐减。当然，咱嘛爱振作啊环境搁较歹，就有人会做了真好。对。安平鱼市场，今仔日伫世界迄阵做囡仔时阵，差不多30几年前，迄阵安平鱼市场，伊会当讲非常的热闹呢。伊放鱼会当下早放到下晡。放到下晡，你要休困一下，半暝啊，再出来放。所以你会当讲一日就你3次，会当讲放手放几日鱼啊，船啊出入入。迄阵的鱼船离转型的时阵，安平的鱼船差不多300几只。即咱安平无半只鱼船，拢出外船啊，拢出外船啊。对啊。有啦，有一寡小型渔业钓鱼的啦。
啊，但是回归倒来渔业嘛是爱一寡正讨海人，正讨海。但是讨海是独风独影，冒着生命危险，伊是为着伊个家庭，为着伊个三顿，这是无共款的。我感觉要救这安平渔区，就是除了观光渔区，因为观光渔区，伊靠我都通带动着这个渔价，将这个渔价甲扭悬。渔价扭悬，当然就对啊，增加着渔民的收入，一寡外围的船啊，还是一寡鼓励着一寡讨海的人。过去伊就捌讨海，但是因为大环境无好，所以伊来放弃讨海。这个人就对，伊会佫出来要讨海，因为渔价扭悬。佫再来，这种有相辅相成。你爱先有人，较有机会；你嘛爱先有机会，较有人。对。当然就对啊，要孰先孰后，这就做歹拿捏，所以这必须要有公权力，必须要有机会，甲政府愿意来合作，愿意来重视这个，教材料带动着这个观光渔区。对，我比一个例啦，伫咱蚵仔寮咱高雄市这个楠梓也一个蚵仔寮，蚵仔寮渔区伊是一个小渔港，就每一个假日，每一个平常时啊。足侪游览车会过这渔港，是要去参观到这个渔港，去观光渔区买鱼啊。买鱼啊是安怎？伊是有拍卖。其实渔会交易，这拍卖文化最重要。拍卖文化底啊，就是渔港这个渔港的一个缩影。但是现在目前咱安平渔港伊无拍卖，这是咱感觉真可惜。要救这个渔港啊，你爱恢复拍卖。渔价还渔价，但是爱有一个拍卖区，因为拍卖就对啊，你有当时啊大庄会，伊较会当入来，咱较有材料处理这渔会，因为会有一寡贩啊，伊会为着要拍卖，要来买大庄会，伊会入来。但是真咱安平的交易就对啊，拢渔价，渔价意思是直接甲生意人讲价钱。但是失去掉这个市场，这个魅力啦，失去掉这个拍卖文化。对。拍卖文化会吸引人的，这是咱希望讲未来咱会当做到。而且安平得天独厚，安平是一个观光胜地，一年当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伫安平出入。人喺蚵仔寮是一个小渔村，伊会当将一个观光渔区做甲有声有色。但是安平观光渔区做袂起来，这是咱感觉不可思议的所在啦吼。当然就对啊，事业希望讲未来嘛拜托安平这乡亲。拜托南区这乡亲甲我小听。如果未来我有机会入去议会，我一定会来整合着讲渔会甲市府，互因来重视着渔业这个。当然一个渔港如果会当经由事业，来甲互伊恢复着往年的这个光彩甲生机，这对事业来讲是一种功德。再来，嘛会当造福着咱周边，因为这是一个产业链。渔港如果带动起来，渔船坐遮伫遮活，伊一寡补给、一寡修理、一寡休闲渔业，甲一寡旁边的相关的一寡商业，拢会对你带动，甚至有啲会当创造着就业机会。对。咱嘛希望讲会当安平观光渔区会当来结合着咱安平观光的景点。而渔港要过去国宝，要去老街，伊车程差不多5分钟。用行差不多10分钟来到。这种咱希望讲未来的安平渔港就对啊，渔区就对啊，观光渔区会当甲安平的这一寡观光的景点来做一个结合。这是未来事业要做的一个重点。嘛是我的一个目标。对，所以这个一定是可以带动安平的繁荣跟发展。那另外在南区的部分，你觉得南区需要的是什么？我正拢咧拍一个医疗证件啦吼。因为最近事业咧了解啦吼，一寡咱知影，我的选区拢是一寡旧部落，安平有分做旧部落甲五期的，对，伫南区盐埕伊也旧部落，昆新伊嘛是旧部落，喜洲仔嘛旧部落，对，湾里嘛旧部落，而我伫喜洲仔甲湾里咧行的时阵，我下晡拢差不多3、4点开始行，每一户我拢走去甲探访，甲李电人。结果我所看到的，拢是一寡老人。少年人拢咧是出去趁钱，拢老人。咱感觉最心酸的是讲，有的老人对啊，伊行动不便；有的老人对啊，伊是
瘫痪，倒位门诊，伊有的老人是逝世，这个现象最严重。咱嘛知影，咱台湾即仔目前一定走向着老人化的一个时代。老化是人生必然的过程啊。哦，大家拢会等到，我嘛会老，秦小姐你嘛会老，咱拢会等到。但是老人上需要是这个医疗的照顾。对。而且，事隔自要参选议员的时阵，我即仔所接到上介多服务案件，就是这个病院的一寡服务案件，就是挂号啦、病床啦，哦，这代表啥？代表的是咱台湾市目前的医疗条件是不足的。如果若讲未来，那事隔有机会就去议会，咱会当互台南从这个医疗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互政府来重视，会当过来增设一间台南市立级的病院。我希望讲这间私立级的医院，伊爱坐落伫南区。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想这个选民也是相当期待啦吼。当然，你若是当做议员，你头有讲到，你绝对会争取到底，对不？我会争取到底。我会争取到底。好，所以希望讲咱的民众呢，你若是希望讲咱的有一个区域医院的话大家就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另外，咱知影讲你为参选到今嘛啦其实伫这段过程当中，已经1年了那这样的话，这一段路你一路走来，你感觉你上大的挑战是啥物？你敢有上介感谢的？当地的挑战真多啦尤其素人参政啦已经加多啦。对。你若讲要当地的挑战，就是讲过去因为咱少年咱开始无用啦开始做事业，咱其实咱嘛足少佚佗，嘛足少翕相啊。所以入要投入选举的时候，拢会叫我翕相，翕相咱拢会无自然，拢会一直无自然为着安尼有阵时摄影师啊，捌甲我翕相翕甲无欢喜。是讲你是讲甲你讲叫你放啊轻松，你放袂轻松，叫你笑袂自然。就因为一字过一字啦有啦，像我最近的迄个形象广告一定我就较自然啦。这马上对我来讲是一个训练有成的，一个真大的突破啦当然我要感谢我厝内的人啦，厝内的人全力对我支持啦，互我无后顾之忧啦会当互我全力来投入到这场选择啦。嘛感谢因的巴顿啦，伊将我借互社会，而且当然我对因有一个愧疚，感谢因对我全力的支持，互我无后顾之忧。好，安尼最后你是毋是有啥物话要甲咱的观众朋友或者是讲咱的选民来甲因讲的话？而且感谢听众朋友啦收看阮今仔这个节目无甲阮转台啦当然，事实是一个素人投入政治对阮来讲是真辛苦啦但是袂当讲辛苦，因为无人逼我选的，我家己想要选。我希望讲未来我会当为南区甲安平区会当来做一寡代志。拜托大家，互我机会。我会全力以赴，来赢得最后的胜利。我嘛有做准备啊。我希望讲未来我会当帮恁市议员，将这个市议员的角色甲帮恁落好，来为选区来争取该争取的代志。以上。所以林淑娟呢，为什么伊伫咧民进党的初选民调会当得到第2关票而且呢，有这么多人要甲小听，要来互伊选调市议员这当然就是有他自己的坚持，有他自己的政见跟他的能力所在。那是观众朋友你想要更加亲，你来了解林世杰他的竞选总部啦，还有他的 FB 啦等等呢，很多讯息你都可以深入的、更进一步的来了解他。那相信透过我们今天的专访大家嘛知影讲伊参选的理念甲伊的政见是安怎，又搁要为咱南区、安平区来争取啥物拄则拢有讲到，而且有挂保证若是当选绝对做会到。好，咱再一次呢，感谢世杰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谢谢。那么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市民时下》节目，伫遮过一段了，咱再会。